3月馬場景下幼稚園小記者，今日會帶你哋參觀下我哋嘅綠色校園。咁我哋第一站參觀邊度啊？就喺呢度啦！哇，好靚啊！係啊，呢度係正門嘅大花圃，有4個咁多。呢個花圃仲攞到綠化校園工程嘅亞軍獎。唔怪得知咁靚啦。不如我帶你去下一站睇下。好啊 ，Let's go！呢度就係環保資訊欄啦。哇，好多環保資訊俾小朋友同家長啊！No，做出呢啲環保資訊俾埋社區人士知添嘛，真係好犀利啊！唔止啊，仲有一個地方仲犀利，你跟我嚟啊！ OK，no problem。就係呢度嘅環保教具館啦，呢度可以俾小朋友透過遊戲形式刺激佢哋學習環保嘅知識。我仲知有一個地方都係可以俾小朋友學到更多嘅環保知識，就係課室裏面嘅環保角啦。係喎，我哋喺學校都可以得到好多環保知識㗎。仲有添啊！老師仲喺學校四周圍張貼環保溫馨提示，提醒學校所有嘅人時時刻刻都要記住環保啊！係啊，老師仲喺日常課堂內外進行環保活動，例如1人1手帕行動、環保分類活動，令我哋喺環保方面培養到一個好嘅習慣。而老師又帶我哋去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同粉嶺環境資源中心，強化咗我哋對環保嘅意識。唔單止咁啊，我哋每班小朋友都簽訂咗一張環保約章，實行身體力行去支持環保活動。而今年學校舉辦嘅關超然太平紳士兒童藝術獎學金環保物料創作比賽，同參加咗沙田至沙田區清潔香港佳年華暨頒獎典禮2010舞蹈表演，都係可以融入藝術裏面。真係好靚又犀利哦！不過我仲知道環保可以融入親子活動當中，你睇下，1人1花活動同親子花燈創作比賽就知啦。仲有親子環保小貼士比賽，都係可以增強環保知識同增強親子關係。我都知啦，我哋喺呢個比賽仲攞到個人組別嘅冠軍添，呢個就係得獎嘅小貼士啦，真係叻啦 Of course， 我哋啲媽咪仲係舊衣回收環保大行動當中收集咗好多舊衣物，幫到好多人士有環保，真係好有意義啊！梗係啦，其實環保係好有意義嘅事，所以我哋會繼續努力支持環保生活㗎。我舉手贊成，齊來響應低碳生